好多人嚟澳門旅遊咧，就係識得去大三巴噴水池。噴水池附近有2個地方咧，都好值得去嘅喎。第一個地方就係福隆新街啦，已經有幾百年嘅歷史啊。咁以前咧呢度好繁華嘅喎，知唔知係做啲乜嘢㗎？我知啦，以前好多男人嚟㗎嘛。第二個地方聖奧定斯教堂，又叫做崗頂聖堂。咁呢個教堂咧被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。呢度附近咧有間餐廳咧好好食嘅，你知唔知我中意食咩？泰國餐咩啊？葡國餐啊！佢呢間公雞葡國餐廳以前喺官也街嘅，依家咧就搬咗過嚟新馬路呢邊。基本上我啲朋友過嚟澳門玩咧，都會帶佢嚟公雞葡國餐食嘢。佢話你知啊，公雞葡國餐廳咧已經開咗37年啦，咁有2間分店，一間咧喺皇朝，另一間咧係新馬路，即係我哋依家坐緊呢一間。咁皇朝嗰間咧好犀利嘅喎，謝霆鋒啊都嚟食過啊！嚟啦，等我介紹下嚟到公雞葡國餐必食嘅菜式啊！呢一個海鮮飯得公雞葡國餐先有㗎。哇！呢個正啊！嚟到公雞咧一定要食嘅公雞葡國海鮮飯。哇，冇介紹錯喎。第二道菜紅酒燴牛尾。個牛尾肉咧好嫩啊，同埋好香嘅紅酒味。等我整翻嚿先。呢碟咧就係炸小食火腿蜜瓜拼盤，有椒鹽八爪魚、馬介休球同埋葡國火腿拼蜜瓜。我最中意咧就係食呢個火腿黑蜜瓜啦。整嚿馬介休球先。如果想知道澳門咁多美食，記得關注咩東東。暢遊澳門更輕鬆。